你有冇試過一刻覺得老人家明明已經辛苦，點解仲要喺陌生環境入邊被逼綁手綁腳？冇人明白，冇人真正照顧到佢嘅需要。如果屋企老友記中風、柏金遜、認知障礙或者情緒反覆，你想幫，但係你唔識照顧。你想陪，但你要返工，甚至你根本唔喺香港。最 care 就係出事嗰刻，你先發現自己完全冇準備。放心啦，有我哋陪你老 best， 我哋提供專業到戶照顧，唔係揾個人睇住，而係用一套方法幫長者喺熟悉嘅屋企更安全、更舒服咁生活。日常照顧、陪診、復康訓練、情緒安撫，有需要嘅時候仲會安排專業理療支援。我哋團隊有多年院舍同社工經驗，最清楚咩情況會惡化，咩位置最危險，點樣先可以令長者同家人都安心。已經有唔少海外子女揾我哋成功配對，唔使再一個人隔住個電話焦急到瞓唔着。全港18區都有覆蓋，仲有最專業長者健康評估，等你唔使靠估，亦唔使靠運氣，即刻填好下面嘅表格聯絡我哋啦。